超強颱風海鷗正逼近越南。海鷗早前吹襲菲律賓中部，增加至最少142人死亡、127人失蹤，另外有84人受傷。當局宣布進入國家災難狀態。超強颱風海鷗早前吹襲菲律賓中部，過境之後城內滿目瘡痍，遍地瓦礫。洪水退去之後，房屋同車輛陷入泥濘。家園盡毀嘅災民返回家中，試圖清走泥沙，喺一片狼藉當中搶救可用物資。部分食物短缺嘅災民為咗填飽個肚，喺廢墟入邊搜尋廢棄金屬及其他可以轉賣嘅物品。據國家減災管理委員會最新通報，全國受災人數超過195萬。氣象部門話，海鷗帶嚟嘅降雨量係20年一遇，強風及強降雨導致房屋同樹木倒冧，出現大範圍洪水，山洪衝入城鎮，多地發生大規模停電。能源部話，約700萬居民電力供應受影響。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斯星期四宣布進入國家災難狀態，以加快調撥緊急資金救災。佢將喺星期五視察今次風暴當中受襲最嚴重嘅宿務省。海鷗喺星期二凌晨登陸菲律賓，星期四凌晨離境，正快速向越南移動。預計喺星期五中午喺越南中部登陸，預計帶嚟強降雨並且引發山洪，當地超過50班機取消或者改期。越南副總理陳洪賀要求做好防風工作。無線電視記者江如報道。